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畫嘅主題係以彩虹作為主題嘅和諧粉彩。首先我哋攞出一張墊台紙，然後喺準備畫嘅紙上面鋪上美紋膠紙，然後就可以好似我咁樣磨出一啲灰色嘅粉，然後就可以好似我咁樣將佢搓勻佢。呢一度搓得比較混亂或者唔夠勻循都唔緊要，因為呢個只係一個底色。跟住我哋就可以攞出夾網磨出藍色、紫色同埋粉紅色三種顏色。大家留意，我哋喺搓勻顏色嘅時候要留意手指嘅乾淨度，避免所有顏色疊加埋一齊會變咗好混亂，就唔靚噶啦。如果有需要嘅，可以將手指抹乾淨，但記得留意一定要抹翻乾啊，唔可以濕潤。之後我哋就可以攞出紅色、黃色、綠色、藍色呢幾種彩虹嘅顏色。大家可以留意，好似我咁樣順住彩虹嘅形狀咁樣一步步掃落去，記得留意方向，如果唔係就會變得唔似彩虹噶啦。如果覺得顏色唔夠深色嘅話，可以好似我咁樣再重新用夾網整多一次一樣嘅顏色，然後再掃一次。大家望下咁樣嘅顏色睇落去係咪比頭先明顯好多呢？之後就可以攞掃走多餘嘅。之後另外攞出一張紙，我哋畫一個類似係有啲彎曲，類似係雲咁樣嘅形狀。之後我哋就可以攞出白色嘅粉末，我哋開始塗抹。大家可以好似我咁樣一步步咁掃，最緊要係留意邊框嘅位置，我哋可以來回捽多幾次，令到嗰個邊框界更加明顯。之後我哋就可以攞出燒字板，好似我咁樣磨啲粉末落去，令到形咗一個好似閃靈靈有星星咁樣嘅效果。我哋除咗用和諧粉彩嘅粉末令到佢有顏色之外，都可以攞出擦膠筆，將多餘嘅粉擦咗佢，令到佢變成白色。有時咁樣可能反而比起用其他顏色畫落去更加明顯。最後就可以用掃走多餘嘅粉末啦。之後我哋就可以小心地將呢個膠紙搣走佢，大家記得要慢慢搣啊。我哋就可以攞白色馬卡筆近翻雲朵嘅外圍，最後入上保護套。我哋今日嘅作品就大功告成啦，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今次嘅作品呢？如果有其他題材想我哋拍嘅，都歡迎留言同我哋講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和諧粉彩材料包正式登陸荃灣門市啦，歡迎嚟門市選購或者 WhatsApp 查詢。材料包嘅內容物包括有 A 款或者 B 款嘅和諧粉彩，大家可以二選一，20張嘅保護套同20張嘅粉彩紙、美紋膠紙、擦膠筆、掃，仲有夾網，仲有一共12款嘅燒字板，可以選擇到荃灣取貨或者順豐到付。